花莲县政府为着要减少用一届就单调的餐具，便9000多万的预算要来起一间洗碗工厂。目前是规划讲要先来帮东大门夜市的打商来服务，也毋过洗一个碗要35块，打商是认为伤贵咯，无啥人有意愿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这是一个月6000块，会搁甲打商来参详。 听讲，花莲县政府的洗碗工厂要先甲东大门夜市的胆纳入示范，业者拢感觉真为难。讲即马已经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，因过若洗一个碗要35块，应该无啥人买。我觉得太贵了，成本考量，如果再多一个碗35块，可以讲说入不敷出啦。合理范围我们都可以接受，超出太多的话，是不是需要再重新评估一下？ 关于我也感觉真寒，随即再去请环保局到要去洗碗工厂的地点会勘，请管区说明为什么所在离夜市这么远，也个35块是安怎算出来？35块，我们在目前店家的反应上来讲都是太高了。参加的店家会不会很多？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堪虑了哈。花莲县政府的投资一定要做精密的计算，你才投入，要不然你未来盖了以后，有可能会变成巨大的一个文资管制。 环保局讲，为了要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，便6000多万去洗碗工厂。因过本来建的所在电无够，再另外找所在，又个增加2800万做路，收费的标准是有算过，会当帮助本所源头减量。这个单价我们也有访问过，他们请一个洗碗工，一个月也要2万多。我们没有强制啊，我们有调查过，现在几乎有70%。 因过议员讲，环保局甲东大门夜市的通行群组有真侪业者提出表达不满，环保局主要是解释讲，唔是洗一个碗35块，是无论参具的数量偌侪，一个月收6000。洗碗工厂即马已经发包差不多300工会当完工，一工会当洗8万件餐具。开始了也会继续宣导，请业者加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依然有农